要知道，我哋呢個世間嘅法律仲有遺留不周延嘅地方，但係天道對於善惡嘅報應係絕對冇疏失之餘啊！所以講，造作善善惡惡，報應如影隨形，莫道造惡不報，直待惡貫滿盈；莫道修善無應，直待善果完成。佛經亦講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由此可知，我哋喺三界中所受嘅苦樂，喺六道輪迴裏邊上升三善道，或係沉入三惡道，都係我哋自心召感而嚟嘅。要知道，天網難逃，就係要想逃避，就如同行路嘅途中遇到大雨，四圍望下，全部都係濕立立嘅，根本就冇可以避雨嘅地方。但係世人多不覺悟，冇辦法洞察因緣果報嘅真相。果報如果喺遠嘅，當然就睇唔到啦。就係睇得見嘅果報，亦多數將佢當作平時嘅順境逆境，而不加以重視。平時就係咁樣嘅輕忽，不能夠覺察，於是碰到大吉大凶嘅事實可以相信嘅，就攞出一啲唔係咁靈驗嘅事情嚟加以否定。咁樣嘅自己迷惑自己，懷疑自己。就算係人生閱歷好豐富嘅人，忽然覺悟咗啲道理，但係人已經老啦，而且習性亦已經養成，難以改變啦。而年輕人嘅豪氣正係旺盛，就更加嘅難以相信啦。呢啲就係世間點解有咁多嘅人迷失咗自己，而走入歧途嘅原因。唉，真係悲哀。